幸福直通站，这个名字对于这张专辑来讲，我觉得它好像按部就班指引你去达到所谓的幸福。其实幸福来讲，对我来说，它是一件很简单但又既难得到的事情。幸福直通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呢，我从这个封套讲起，它就给我一种很舒服、很时代感、很城市化的一个专辑。那基本上来说呢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印证了佛教一向来所强调的，我们要学习佛法的话呢，可以通过不同的法门。所谓的法门就是一种方法，那么你找一个适合你所需要的那个对象他们喜欢的方式去表达，那就对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一张专辑就做到了这一点。我最喜欢的部分呢，就是他用了很多的这个弦乐，也就是 strings 我本身呢是非常喜欢这个弦乐，总是觉得弦乐会牵动人心。那么在一些佛曲的专辑里面呢，一般上呢这个用法都用的比较没那麼精緻，沒那麼的柔和完美。佢聽嗰個時候，我就不經意聽到一啲係音樂啦，一啲係人唱啦。咁佢就有啲西藏風嘅感覺啦，但係佢卻達到一種平靜心情嘅效果。我一路聽，有時好煩躁嗰陣，一路開住嗰陣就好似有一把聲音同我講 cool down cool down， 我真係有呢種感覺，我唔係講笑。聽了《幸福直通站》這個專輯呢，我可以說它是一個讓人感到耳目一新的佛曲哈。然後聽了之後呢，真的會覺得非常的清靜以及安詳。在眾多的佛曲或者心靈音樂裡面，這算是一個清流，以一個比較活潑的一個手法來呈現和創作。聽了《幸福直通站》這一張專輯啊，其實我覺得是一張市場上應該要有這樣子的專輯，因為我覺得現在是一個科技啊，無論是什麼東西都很爆炸的年代，然後很多東西就是一疊一直在我們生活當中，讓我們非常的沉重。每一次呢，就是不停的往前衝，不停的往前衝。可是很多時候遇到一些挫折的時候，他們就會寧願說，哎，我不要去看這個東西，我寧願跳過它。但其實這樣子的音樂，我昨天這樣子聽的時候啊，它真的是讓我整個身心得到類似一種平衡的感覺，就是我會靜下來，然後會跟自己說，哎，是不是應該要慢下腳步？它是讓你的心得到休息的一個專輯。我覺得是一個很舒服，沒有分離什麼宗教的一個專輯。然後我平時就是在車裡面，我駕車的時候，尤其在堵車的時候，或者是在趕時間或者開完會的時候，我就聽那個音樂。我覺得聽了之後，那個心情會比較平息下來，然後整個人的情緒都會變得好一點，這樣子。那我覺得音樂真的是能夠陶冶心靈，而聽佛曲呢，像幸福直通站這一類的佛曲呢，真的會讓你覺得，就是心靈上啊，會得到一片的平靜以及平和。當我們心靜的時候呢，我們的路就會走得非常的穩。不管是誰在唱這樣子類型的音樂的人，都是很有福報的，因為做的人沒有太多的心機，跟沒有太多的企圖，同樣的聽的人也會把心情放得歸零。你可以注意到裡面的音樂，然後還有歌詞，就算沒有歌詞的話，你也可以聽到一些很優美的旋律，因為很多時候佛曲專輯呢，就可以很奇妙的累積了很多這樣子的一個力量，去幫助聽眾。以前我都參與過製作專輯，我覺得做一張專輯真係唔容易，所以我聽到之後，個音樂編曲好認真，咁個整體音樂好舒服，我覺得幾好，個水準好好。那麼幸福直通站呢，我覺得它是一張非常有正能量的 CD， 尤其是當一個人陷入情緒低潮或者是思緒阻塞的時候，你聽了這張 CD， 你就會有一種很莫名的力量，給予你鼓勵，那麼給予你信心，讓你積極的去面對自己的生活。其實我好中意呢張專輯嘅原因呢，我唔係話要擦鞋定係咩啦，我係人啦，畢竟當你係趕時間啊、塞車啊、尿急啊嗰啲咁嘅情緒影響你成個人嘅工作態度啊，又或者心情啊嗰啲，我受到好大嘅影響啦。咁如果我真係響車度 play 呢啲 CD 嘅話呢，會成個人平復翻晒嘅。even 佢哋唱嘅係嗰啲我哋凡人聽唔明嘅，即係明明你尿急你都唔覺得尿急，或者你趕時間，咦無端端行快咗㗎啦，嗰啲車唔會塞車㗎啦，即係一路順住去工作，咁你起碼 keep 住你自己嘅情緒係溫和嘅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原因。
去令到身邊好多人支持呢張專輯。那这张专辑它好像是一个内心的镜子，它会把你反映出很多你内心的一些欲望啊，一些失望啊，一些喜怒哀乐。如果你一个人静静的听，你会听到很多内心的话，它其实就是无意中它给你一种默默复原的力量。我比较喜欢第6首《冥想静思》，第一回听的时候就马上喜欢这一首，觉得我可以和这首曲子一起跳舞。我会称之为the dance of meditation 所以一种就像静坐的一种安静的状态。如果我们听一个人说话他就滔滔不绝的讲个没完没了，但其实最有力的时候就是当他懂得停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刻是最有力量的。因为有了安静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在动的时候才可以动得更好，才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。我比较喜欢第一首歌就是那个《幸福直通站》，那我觉得那一首歌带给我一个很有可以帮我看到，就是听了之后你会感觉很舒服的一首歌，而且让我会很有那个想象空间的一个歌曲。我本身最喜欢的就是《万籁俱静》这首歌，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是让一个疲惫身心的城市人或者现代人回到家里之后呢，你只要拨开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整个心灵、整个心情呢就会慢慢的停息休息下来，然后呢，脑海里面会浮现很多优美的画面。另外一首歌呢，就是《雨露之恩》，表面上只是听到一个女生在哼哼唱唱的，不过那种感觉呢，就可以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祥和，那么让你的心灵呢有一种非常稳定下来的感觉。第一首其实我就已经蛮印象深刻了，就是那音乐是非常的好听，很舒服，很像在大自然那一种感觉。那第二首呢就有那个男女合唱的部分嘛，那我特别喜欢那个男生的声音，因为我觉得唱这种经文的歌他的声音要有一定的那个厚度啊，包容的感觉，然后就有看着那个他们的那个经文，想要一起学唱的感觉。其实我觉得这8首收录在这张专辑的歌曲呢，其实我都很喜欢。第2首歌的给我感觉是最直接跟最强烈的，因为听完了以后，只有它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，浮现着它的旋律跟它的歌曲，告诉你说，人生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复杂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，所以大家就可以用积极跟正面的态度呢去面对自己的烦恼跟生活。所以我觉得这张 CD 呢，我希望它可以帮到所有需要帮助的朋友。也希望它可以让大家听了以后呢，可以得到生活上的快乐，还有心灵上的喜悦。所以当然最重要的，我也希望这张 CD 可以大卖。我希望就是大家都会喜歡這個 CD， 然後都會支持這個 CD。謝謝。善有善報，我相信做多啲善事係一定會有好報嘅，我真係相信。I swear。其實我为什么会这么就是一直说这张专辑很适合大家听？当然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现在的人为了很多东西在烦恼，会越来越不知足。那我觉得就是你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，然后要去看一下身边美好的东西。所以这张专辑好好的去听，静静的去听，然后慢慢的从里面找到你对自己生活当中可以去覺得美好的事物，好好的去讚賞它，這樣子呢，你的心也會得到滿足，也會幸福。東方亞洲呢邊咁多對音樂咁有熱誠嘅朋友，大家要支持下咯，唔好download咁多免費㗎啦。如果唔係，佢哋真係好辛苦啊！大家要多啲去支持佢哋嘅正版㗎啦，各種類唔同嘅音樂都要。咁能夠安撫心靈嘅，就好似呢一張咁，我覺得係值得聽、值得推薦嘅。有一种幸福叫做分享，在这里呢，要跟大家分享《幸福直通站》，真的值得一听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